以下咧有見證分享，請陳秀儀姊妹。好感謝愛我嘅天父，俾我今日咧可以喺呢度分享見證佢滿滿嘅恩典。我嘅膽量好似我個 size 咁樣，都係咁細。我亦都係比較內斂。如果識我耐嘅人，可以俾我揀，我會揀幕後多過幕前。但係神同我講，佢賜俾我嘅唔係膽怯嘅心，係剛強仁愛謹守嘅心。面對聖靈溫柔嘅催促，我唔敢太怠咁去回應。我開始講嘅係我嘅故事10年前，但係我只會講幾個嘅轉捩點、零碎嘅片段，希望能夠講得清晰。我先生係梁北雄，佢離別至今已經接近10年啦。每日都有上帝嘅恩典，處處都有神嘅供應。縱然佢嘅離別，我嘅天空同我整個嘅世界都不再一樣。我形容我嘅生活係酸中帶甜，就好似我同北雄都好鍾意食嘅百香果。我會諗起佢，但我唔需要時常嘅諗起佢。但每一次我諗起佢，都係佢嘅浮現佢嘅笑臉。事實上，婚姻裡面都會有唔少嘅張力，亦都會有鬥氣嘅片段。但係每次我記起佢，都係我哋愉快嘅日子，實在好感恩，令我冇咁難受。由於呢件事係比較突然，唔係咁容易可以招架得到。如果而家諗返之前嘅感覺，可能就係有啲麻嘅感覺，就係感覺唔到嗰種嘅感覺。嗰份無力，好難去抒發自己裡面嘅沉重。但係上帝俾我有機會去到一個嘅靜修營裏面，喺修院嘅一個傍晚，冇天文台嘅預告底下，窗外係漆黑一片，但係突然間係狂風暴雨，呼呼聲嘅風聲、雷聲、雨聲咁樣打落個玻璃窗嗰度，嗰種嘅乒乒乓乓嘅震撼嘅感覺。我覺得自己裡面嗰種嘅被擊打嘅感覺，就好似窗外嗰種嘅聲音，我覺得同環境有好大嘅共鳴。於是我就可以喺房嗰度大喊一場。多謝上帝嘅接納同埋醫治。喺我嘅印象中，可能呢個係我唯一一次嘅大喊。如是者，我繼續工作。我冇請過病假，亦都能夠冇出錯咁正正常常咁樣工作。其實真係唔容易，可以正正常常。全是係上帝嘅恩典，唔係我自己可以嘅。連上司都話估唔到你可以頂得順。佢更加估唔到喺2年後嘅某一日，我同佢講我要請辭啦。我唔能夠同你並肩作戰去闖世界，因為一路我哋都係拍住上。其實呢個估唔到，包括係我自己，我都估唔到自己會辭職。當時我係腦裡面一片空白，冇嘢諗，冇前面，唔知道前面點樣行。我即係覺得我需要喺我人生嘅篇章裡面落一個休止符。我喺度諗，我需要停落嚟，我要去諗我係一個邊個，
我是誰？我喺呢度做乜嘢？我可以做乜嘢？呢個決定，如果誠實咁諗，其實都冇乜嘢邀請上帝話同唔同意。我只係吶喊同佢講，我好辛苦。耶穌係我嘅知心友，佢點會唔知道我嘅難受？佢全部都知道。連出我嘅上帝俾我有兩個字，一個係歇字，一個係歇字，希望冇讀錯音啊。佢話歇息吧，再竭力。上帝嘅話語係我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，就係咁樣，每一步就行一步，見一步又行一步，每步都有主嘅同行。佢就係咁樣拖帶住我，雖然行得有啲似蝸牛，但係我都好安穩。停咗一陣，我就去諗，始終都要有個方向。我就諗有乜嘢係比認識神更有意義呢？於是我就去做一個兼讀嘅課程，去認識呢個高深嘅上帝。一般嚟講，進修神學嘅課程嘅人都係好有使命感，喺教會裏面好多嘅要職。我記得我喺呢個資料欄上面寫侍奉崗位，我就填上招待。感謝神都仲有一個位置可以填。而喺個人分享恩典嘅裏面，恩賜嘅裏面，我竟然寫上我嘅恩賜係發愛。呢個事實上係當時嘅我好欣賞自己咁坦白，但係都係好尷尬，因為照我所知，發愛唔係一個恩賜。喺詩篇119篇第32節，你開廣我心的時候，我就向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我就係咁樣找住上帝嘅說話去完成咗呢個課程。我形容我同上帝嘅關係係高深而靠近，太多嘅奧秘事我未能夠測透，但係上帝嘅慈繩愛索牽引我，一切都係無限嘅滿足。喺每一個嘅生活片段裏面，我都會見到、體驗到上帝嘅實在。佢認識我、體恤我、回應我，就好似上個星期25號晚黃昏接到嘅消息，都令我非常之難過。教過我嘅一位老師，佢安息主懷，因為我知道佢好多嘅心願未完成，好多責任肩負住，佢亦都係家庭裏面好重要嘅依靠。我有好多嘅掛念，包括佢喺康復中嘅兒子，我可以做嘅就係祈禱交託。喺第二日26號，同樣黃昏，上帝提我，佢話放心我在。可能我都係睇上帝睇得太細，上帝唔係我想象中咁細。好似我10年前點會諗起我10年後仲可以企喺度，仲可以挺得住，都係全靠上帝嘅恩典。喺度特別多謝你哋各位嘅兄子，時常對我嘅記掛、關心、陪伴、勉勵、禱告。多謝上帝帶領我嚟到靈光大家庭，願意喺以後嘅日子同大家一齊認識並信靠呢位全知、全在、全能嘅上帝，經驗佢嘅實在。因為佢話祈求嘅就俾你哋，尋找嘅就尋見，叩門嘅就俾你哋開門。雖然我嘅天空、我嘅世界被不同嘅不辭而別而改變咗軌道，但係有上帝生命同樣可以不一樣。陪伴我嘅仲有好多嘅詩歌，裏面好多嘅歌詞好觸動我，都想分享幾首。如果大家有時間返屋企可以聽下，係平靜、放手交給他，同埋親眼看見你。
願榮耀頌讚歸俾三一真神。多謝。好感動嘅見證。